收看《乡亲同乐飞》，大家来上飞。哦，啊热情的哦，动欢喜因呢。为有上飞的时间又多了啊，冇错吼，大礼拜都上飞一拜啦，哈，嘿，一拜呢，今天来到乜嘅所在咧，哈？今天来到新竹市啊，什么份？係嘛？你都市谣係冇？咁冇咯，來新竹做乜嘅？你唔記得係冇？你上禮拜嘅精彩嘅表演啊！哦，超好，我哋想同我嚟看表演哦。真係私密款，唔係表演私密款係冇？啊，見我嚟先介紹評審先生。冇錯，王義健先生、陳林碧先生、彭玉文先生，咩大家麻煩你啦。你是要講台語嗎？底加？不自覺啦，不自覺啊。底下給啦，哈，底下給哈。鼓手哦，哎，要認真的打分數。對對，那今天宇娟，您是來難得都係湊到兩個比數。我敢講哦，以前時候以前時候出場嘅時節，攏坐喺鐵兩千多，通常攏企喺個舞台中間，唱歌本體格頭表演本體格。今天係嘛千上寬，哎，TVB 分享。有請呢個王義健先生吼，帶來個精彩嘅表演。誒，掌聲鼓勵下。分享。青春暗舞，做你做街，你在暗山嗎？不服落雨，日頭夜光，落落落落，你又唔會開。做假嘅你，有想過麼？也是人困困欠欠，也生死生命，戇戇出出，就愛用過一聲音。你有想過麼？也是人困困欠欠，也生死生命，戇戇出出，就愛用過一聲。掌聲分享，欣賞帶來嘅精彩嘅表演。以前哦，也是歌嘅調到走假，走假，係啊係啊係啊。年代係乜嘅意思啊？乜嘅意思？我是從你客家語有冇？所以非常非常嘅走假，它有點像是勤儉持家啊，就是講嘅一個富人家好，輕微走假，係輕走假，所以乜嘅東西都會生起來嗰種感覺。哦，呢首歌曲係自家寫嘅嘛？哦，呢首歌曲係魏嘅先生羅桂林先生。因為我剛剛聽那個曲風跟那個 melody，我就知道是他做的。係啊，基本嘅那邊太因為前奏呢，前奏跟尾奏都會非常長，然後中間該唱的地方會清短。係，真係啊，竟然今啲基本嘅太少來。
你好好啊讲诶，厉害的狗的聚会案呢，什么？前奏一定要特别长你。听我唱，啊中间呢，中间我讲我简单呢，冲给天凤呢，哎，中间呢还要简洁有力，哎对不对？真主唱不能太多嘿，外唱的一两句就低了。好，让我们两个人一起看第一组的表演。欢迎参赛者表演体由评审判分数，3位评审每个人各有50点呢，每10点呢代表奖金100万元，迄讲得到满分40点，就做得到奖金2000元咯。在上海芦笋有一間農場，地排度有一群街工老街媽，木絲絲都街獨木水，順頭一介蛇歐啊，卡定吊邊，準備而來以簽台中縣來吊啊。哟，这是暗號哦，釣魚哦。誒，從前呢？從前呢？忽然間，東一上，天空響起大雷公，一陣風絲水打下來，那街木絲絲獨木水嘅街工個街媽，全部嚇響起來了。身體嘅台中縣搜啊搜，也慢慢搜出來咧。哦，俺太妹嘅從前哦，基本釣魚有希望咯。哦，從前，喂喂喂喂喂喂，哇！喂，咻！下了一场大雷雨，吵醒大瞌睡的大公鸡，一声一声叫着我，望着飘落的雨滴。午后下了一场大雷雨，吵醒泥土里的小蚯蚓，公鸡看了一眼笑嘻嘻，拍拍翅膀冲过去。我大公鸡。是可爱的蚯蚓，小蚯蚓，小蚯蚓，我要抓它去钓鱼。午后下了一场大雷雨，吵醒大瞌睡的大公鸡，一声一声叫着我，望着飘落的雨滴。冲贤走天喽！哎，重赏弘扬那个新竹市的妇女剧团，呀，一团条都体的表演系来出戏嘞。个迄爱花的红公鸡改编呢，你要出戏迄20分钟的戏，你还缩编到这样。缩短。有一度的角色可以设计一下吗？哎呀哎呀。你对你叶片先开始。有2只从前你条，还有改条。哎，讲到从前。蚯蚓啊。蚯蚓。对。还有改工2只，几只？改嘛，说改嘛，说改工。请问一下，你那团吼有欠个男主角吗？拍摄呢，我都很多妇女剧团呢，莫你是冇变心冇 ？OK 啊。你懂拍嘞。你懂拍嘛？哎呀，中得啦，中得。对啦。我抢一张名额出来啊！唔看那跟太家安辛苦啦，其实眼睛太家上爱点，做得2道奖金冇。哦，你先谈评审欣赏。好，先有请到来宾咧。哎呦，彭先生。今日看到了妇剧团内表演非常很精彩吼，大家也当用心吼，不但大家编曲吼。连个道具吼都是以环保的嗰種嘅心態吼來做到了呢道具吼，非常很好。希望講下擺要更加
精彩的表演。哎呦，講到以後嘅吼，好啦，你先來看呢個評審欣賞吼，本呢個婦女劇團得到幾多分呢？請給分。風流叫什麼呢？悠悠的悠。基本看到伊個聲音是做氣泡嚟開叉。冇，藝術舞台嘅意思咩？作重複樣來，嘅。本台大概人家腳一錯。我唔相信。婦女劇團得到幾多分呢？請給分。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再來，陳老師加油！加油！哎呦，滿分15分，那個。安子誰？什麼？基本滿分吼，1分係100球。青島哦，前5球。前5球吼，來咱講。係按滿分咧。唔錯。還有加利息係嘛？有哦。從有扣用嘅哦，有加利息。滿分吼，那個海軍姐姐啦吼，佢講佢會加500球。哦，安子誰？加碼。薪水裡面去扣，就用錢球啦，用錢球啦。恭喜啊！哈，加油！好的，我哋繼續看下來看下一組嘅表演。牆門來伸啊伸我的歌。哎，叫我做什麼？牆門來伸啊伸，路途有幾多？3800里呀，伸啊，娘子啊，送啊溜，風啊溜，呀吹，來幾鬼？風流做什麼呢？牆門來伸啊伸我的歌。哎，叫我做什麼？牆門來伸啊伸，有嘛個好什麼？就算保護秋啊，伸啊，娘子啊，送啊溜，風啊溜，呀吹，來去鬼，風流做什麼呢？牆門來伸啊伸我的歌。哎，叫我做什麼？牆門來伸啊伸，有點好險麼？一點2、3件啊，伸啊，娘子啊，送啊溜，風啊溜，呀吹，來去鬼，風流做什麼呢？牆門來伸啊伸我的歌。哎，叫我做什麼？牆門來伸啊伸，胸皮有幾多14、9塊啊，伸啊，娘子啊，送啊溜，風啊溜，呀吹，來去鬼，風流做什麼呢？悠悠的悠。金王台。哎呦，眾賞歡迎。自我介紹一下，用客家話到泰。我先講，係啊。大家好，我來自新竹，我到黃少元，你係我孫，來，大家好，
你不会讲哦？唔會講係咪？唔過吼，客語嘅歌曲吼，唱到如何？唱到如何？頭都有首歌滿缽嘛吼，提到卡排練過一句咧。唱有2年咯。你排練啊，排練有啊有，當然有練啊。我有看過人唱過滿缽，你每擺表演滿缽嘅時間，前面都有一個做嘅。好，算命師嘛，我豆腐洗嘅。係啊，唔係睇白看到一個算命師做旗袍嚟開場。冇，我上夫他的意思咩？做重複樣嘅。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。也一吹好看到顏亮曬傳承。哦，冇錯。好冇？好，而就會講啊，教孫嘅講客家話係較冇咁簡單。而講規矩最佳嘅方式就係教伊唱歌嘅。對於唱歌嘅地度學安尼客家話係最佳嘅，所以觀眾朋友，你係如果學客家話，對唱歌開始就會學親腳。冇錯。是佢學親腳，唔可以講客話啦，其他上台佢會多些會。見狀啊！看到4字嘅江山。朱海軍哦，小姐哦。呀你沒有來一團嘅啊？冇啊，就要記住好，因為形象的問題，形象的問題哈。哎，有請到陳老師的公平。兩位參賽者哈，來兩位同樂會，係想今日最好，今日看到嘅畫面哈，非常暗好。因為我講哈，因為我哋客家話需要去傳承哈，看到安尼畫面哈，我哋心肝千歡喜哈。什麼好？節目。個前邊阿婆老孫嘅，我得到滿分冇咧？老師請給分。1分、2、3分、3分、7分、5分、6分、7分。陳老師你有點落後，彭老師你有點落後，加油！哎呦，滿分11分嘅，來辦演唱太好，阿彌陀佛。哎呀，冇簡單，練了2年咧吼，快得到滿分15分。冇錯。等到今天獎金2000元，恭喜哦！好，繼續來看海族嘅表演。
送上分享那个爱曼妮幼儿园比赛的表演。哎呦，园长来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对对对，可以跟别人的表演，这些排练都是出自园长的概念吗？还有嘅舞蹈老师。那平常时像老师搞编好这些舞蹈，弄会都来偏去表演呢？都新竹市政府还有嘅东门城，还有嘅火车站前面嘅表演舞台，都是以客家文化为主。客家文化一般，还有嘅国语，还有热门爵士都有，全方位就是超嘅。你都係新竹菜梯嘅幼儿园嘛？香山那边。香山那边。中山那边。咁繼續教育，按等一下嘅表演就搶到，請等一下嘅黃玉娟老師。其實我感覺到看到呢度小朋友，我會想一下，當時我從佢哋暗示我哋嘅做乜嘅啊？真正覺得？佢哋真係非常嘅厲害呢。除了好做得來，其實佢哋表現都好之外，我感覺到係無啦。佢哋真係係十分有啦嘅好，十分有啦嘅電影相。從佢哋一開始上台是有一種發拍本人嘅感覺，活潑外向。雖然佢唔是客家話，不過我感覺到冇關係，只要願意談、願意搞、欣賞、願意搞、家長願意搞，佢哋願意講是做的，你全部都。係你客家人最後生嘅心血啦，真嘅，繼續加油，非常嘅讚到。什麼呢？哦，然後就來看那個品勝欣賞跟那個費曼妮，得到多少的？看分數，看分數。老師請下分數。哦，11分，哎呦，滿分。陳老師，你自己再多加5分，是不是？太可愛了。好，都給你們拿，好不好？來，那我們放前面，我們一起拿，好不好？希望今日所有的表演的參賽者啊，辛苦的工作團隊，希望海轉前面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，繼續收看我哋呢向前同到飛，大家來上飛。什麼名？下禮拜見。